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国内伫今仔日有增加21个带病入境，其中有5例是对新加坡入境的一个名加纳籍专员，因是伫咧解除隔离进前做 PCR 采检检出阳性的。台中市政府针对这挂病例所去过所在，拢有进行大消毒。不过，这第2届采检送到实验室，却变做是4个阴性，1个阳性。这个阳性的 CT 值是33，伊也无拍照。指挥中心认定讲，这传染的几率是真低。环保局的人员，搁一届伫街仔路做消毒。台中清水甲5车2间专连，拢放列做是消毒的范围。因为初7传出有5个为新加坡入境的名加纳籍专员，检疫期满互验出阳性。因为因捌去过这2间专连，所以店头嘛赶紧休困做消毒。遐若民众知影是拢惊一条。不担心扩散啊，会影响到，会传染到。台中市卫生局表示，这5个个案是为桃园机场入境的，入境检验还有检疫期满进前，采检拢是阴性。12月7日解除隔离进前去病院做 PCR 的采检，检出来拢是阳性，随住院隔离治疗。不过接受检体送去中央实验室，第2届检验结果出来，4个是阴性，1个是阳性 ，CT 值33，传染性真低。送至中央实验室检验，有4例 PCR 为阴性，1例为阳性，CT 值33。感染性极低。我们过去其实也偶尔都会看到有一些这种阴转阳或阴阴阳阳的这个阶段哈，所以这个部分后续会再针对他们的一些病毒量的变化哈，再来做追踪。疫情指挥中心指出，5个个案血清抗体拢是阳性，代表进前有可能有去画到，或者是有注过疫苗。也若这个个案敢甲Omicron有关系，搁会做基因定序。我们当然尽快，目前还没有基因定序上还没有变这个新的变异Omicron 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异株啊，有跟大家来做报告。根据台中市卫生局的预调，这个阳性的个案并无伫公共场所行达，民众免受过惊吓。也若这2间专利要是真点阵，决定休困1天做消毒，按算初8会恢复营业。记者综合报道。国内今仔日有增加21个带病入境，这其中有18例是做过2档疫苗人，甚至有的人已经做过3档啊，也是来确诊。这内面敢会出现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类，目前也正在调查。另外，指挥中心昨夜宣布讲，有34000档莫德纳疫苗伫今仔日就会到期。指挥官陈时中表示，初6有注超过18000档，今仔日也有15000档来甲注起啊。这款疫苗应该是无拍算去。境外移入21例，是我们本年的的一个最高。新冠肺炎疫情本土确诊加0，不过境外移入个案达到21例，创下今年以来新高。整个国际疫情现在也还是有相当新的一波在起来。那第2个是在国外，相对他们染疫的情况也多，那有一些就介于在阴阳的情况，那来到这边再被验出来，所以未来大概境外移入的个案都会相对的多。21例境外移入确诊，分别为印尼、新加坡、美国、贝里斯这国家入境，其中18例属有突破性感染，也搁头一遍出现做2支莫德纳加1支 BNT 的确诊个案。但是指挥中心初6宣布有3.4万支莫德纳疫苗会伫初7到期，甚至作业员也真侪人关心。积极从晚上到今天中午，刚才都积极帮各电视有些多有些少那把它做一个适当的调配那目前情况看起来是乐观的比如说在这个打莫德纳的部分，那也有些就是在送礼券。我们以75岁以上来说，29号的第1剂是变72.8只有增加0.2%。这个礼拜2我们75岁以上的第1剂已经增加到73.7%。施打策略的确75岁以上有一些进展。目前全台湾疫苗第1剂注射率超过78%，第2剂达到61%。为了强化民众注射意愿，中央伫卖场、车站这所在设置注射站，亲像台北车站2天就注超过2800剂。指挥中心也持续呼吁民众爱考虑到国际疫情，会当做的赶紧做。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莫德纳疫苗特别到期啊，政府一直鼓励民众爱赶紧去注疫苗。指挥中心伫台北车头也设一个疫苗注射站，若准来到这注疫苗，就会送民众专连的礼券。这2天是吸引真侪民众来这排队买注疫苗。伫咧暗头的时阵，大厅是人吵。指挥官也去到现场视察2届，甚至现场也有真侪义工来注疫苗。这里面看起来就是移工也蛮多的。
那跟以前移工的施打的处所的可及性不足，那还有他不敢去或等等的。然后这个是他们一个蛮熟悉的场域，所以等他们一传十，等第一天打了，然后他们互相传，觉得这样可以，所以大家就来了。愈晚下班的时间，来到台北车头排队的民众是愈来愈多，也因为今仔日敢若安排一条排队路线，服务人员也无够，加上一寡语言未通，需要人来翻译这技工所讲的语言，所以注射的速度有变较慢，不过路轨也拢改善咯。但是中表示讲，今仔下晡1点开始到5点，已经注1700档，希望今仔日会当冲到3500档，也强调讲暗时8点进前来排队，拢会当互民众注到一条。移民署含劳动部也当咧规划失联移工注疫苗专案，也一再强调讲，这失联移工袂因为来注疫苗就去封抓起来。不过，伫新竹关留一名51岁菲律宾籍的失联查甫移工，今仔日有朋友被判去到卫生所买注疫苗，虽说是因为讲这个证件无查，虽然有注到疫苗，不过警方也是甲伊抓起来移送专勤队。我们在登录他的系统的时候，并没有看到这个个案的相关的一些资料，那就是说，因为没有这些资料，所以造成我们跟这个个案之间有一些争执在。至于后续的流程要怎么走，我们会再请示 CDC 长官跟那个相关单位来做一个处理。为着要鼓励这款失去联络的移工来到这个注射站注疫苗，指挥中心进前表示讲，会甲移工通报被处罚也被收钱等等关键，希望失联移工赶紧来注。不过有一位失联的移工，伊去卫生所注疫苗，却去互人抓起来。卫生所监管表示讲，依照规定，失联移工必须要提出移民署专勤队所开的自收单，表示已经立罚单，才会当来注疫苗。定定食外口的民众爱特别注意咯，这连锁的速食店 KFC 宣布讲对初一开始特别起价，另外鸡肉钱品牌胖老爹也宣布讲要来起价咯。另外卖泰国料理的夏城也宣布讲对15开始要起3%。另外主计总处也公布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到2.84%，若搁再冲破2%，这通货膨胀的经济线也是这8年半以来上介悬。电影说走就走。连锁速食店肯德基的广告，为了回馈消费者，才当推出包单去食、外送相关消费的优待。不过也是未当你拍较经济压力，目前已经公开调整价销的消息。主餐的产品拢总调整13个项目的价销，起3块至10块；若套餐的产品是起5块至10块，平均起的幅度是4.4%。可能会选就是比较平价那种，就不会再去选太贵的。人力成本在涨啦，那你有这样合理的涨是正常的啦。在地煎鸡排牌子胖老爹嘛底咧起价，官方网站预告为12月16开始，全台湾门市会调整价销，不过要起偌济是还未公布。起价消息是1%接过1%。餐饮业的股王瓦城集团嘛宣布下底5个牌子，包括瓦城、飞翔台等等，12月15开始要起价，平均起的幅度是3%，是10年来头一届起价。可以去月家虾比了没？主计总处公布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2.84%，已经连续4个月超过2%，是8年半以来新高。另外17项民生物资的 CPI 年增率是2.77%，其中节能的 CPI 年增率有到11.27%。油料费涨幅有增加吗？水果涨幅有增加吗？外食涨幅有增加吗？3项再加上之前几个月一样的蔬菜运输费就机票嘛，这5个加起来按整个2.84的64%啊。市场商品全面上涨，欢迎参考看看。都惊物价直直起，各用事业大糖下底超商宣布油、糖、猪肉等等的商品全部未起价，希望物价卖起较凶。小包装1公斤的砂糖维持36块，那3公升的大豆沙拉油会维持169元，维持到元宵节前。主计总处分析，政府宣布调降关税、货物税，加上油价大幅度调降，估计12月份 CPI 年增率会转好，拍较经济压力会当减轻，估计规年未超过2%。记者综合报道。
顶个月伫新店枪杀一位家被捕一项涉黄嫌犯，伊逃亡去到中国厦门了后，刑事局依照着两华做伙打击犯罪协议，发公文请中国迄边协助。中国各大办伫今仔日表示，厦门公安机关决定要甲涉黄嫌犯遣返台湾。刑事局和法务部拢依照程序等咧办理当中。我们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的联络管道。透过窗口，那得到的讯息是说，有关工作已经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很高兴听到有这样的讯息，而且也很乐意两岸共同打击犯罪能够有效的持续进行。刘委会表示，犯罪是世界公敌，希望未来双方的主管机关会当继续透过两华共同打击犯罪协议，继续来抓一寡犯人。这个枪杀案的这个涉黄嫌犯是伫咧11月初2坐飞机逃到中国厦门，刑事局联络中国协助要甲人遣返回来，一直到昨拢无消无息。不过到当接到中国的消息了后，要协助遣返嫌犯，刑事局不排除到厦门用空桥的方式接人，甲涉黄嫌犯押回来台湾，不过台湾甲中国之间敢有法度做伙来打击犯罪呢？可能是要继续来观察。讲到已经过身做军事武器买卖生理人王传甫，牵涉到拉法叶军舰甲反伤战机的采购备案，煞走去英国避起来。伊伫咧104年的时阵来过身，检方继续追讨犯罪所得，也声称单独宣告，而且没收王传甫的看守叶秀晶，甲4个囝儿逝世，还佫有3间境外公司的资产。执行事树林分署今仔日拍卖叶秀晶伫树林的别庄，底价是7400多万，不过无民众去投标，也宣布流标啊。像影拢是杂草，这栋2层楼高的独栋别庄位于台北市树林区至善路2段，挖近故宫澎园东吴大学，环境清幽。这是已经过身军火商王传甫的家后叶秀珍名下房产。检方为了追讨王传甫伫拉法叶案的可米上甲遗产税，已经先拍卖持有的部分，初次搁拍卖叶秀珍持有村的房产，底价7454万。是王传甫妻子的不动产，那这是没收新制以来台北地检署首先嘱托我们来拍卖。我们预估今天可能不会有人来投标，因为像不动产这种物件，大家都会等到2拍、3拍才会比较有民众会来竞标。拍卖会宣布第1拍流标，后摆开放竞标，有价单到明年房产涨价点出，北中有交通不便的问题。以现况来看的话，它整体的状况并不是非常理想。虽然土地跟这个建物的估值跟市价相符，可是我们认为可能以这个个案来说，要顺利拍出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3站以前，咱高雄法国买拉法叶军舰，宣布出王传甫甲海军前中校过日行协享受可米赏，其中王传甫当年走去英国，伫104年1月过身。检方伫2016年刑罚没收刑罪上路了后，开始追讨犯罪所得。向法院申请单独宣告没收王传甫的家后叶秀珍4名囝儿甲3间境外公司资产本金甲储蓄超过9.6亿美金，也毋过无情，最高法院已经裁准追讨是本金4.8亿美金。另外，树林分署先拍卖王传甫伫至善路的不动产抵税，没收2400万。另外，伫金门街的房产已经以3201万卖出。记者综合报道。拍入位高嘉瑜的嫌犯林秉厝，目前案件继续伫咧逼。风声讲林秉厝正够利用机会，甲政治人物牵关系。今日佫压出一张相片，是林秉厝甲一阵民进党的立委做伙食饭相片。这林秉厝是坐伫中，未输人民概括。林秉厝甲立委高嘉瑜拍甲大空势利，即马即个案情是愈查发现愈无单纯，传出林秉厝真够利用机会，制造甲立委等等的政治人物共场做伙翕相，方认为讲伊人民看佫有身份地位。有媒体报道，去年一场由立营立委郭国文邀请张嘉宾、范云，还佫有民众党区新院出席的一场学运世代立委世行的聚会，林秉厝嘛有去现场食饭做伙翕相。那林秉厝其实基本上。那个是那时候打电话来，然后就一起吃饭。老实说，要不是有这张照片，我完全对这个人没有印象。约好要聚会，就是郭国文委员跟钟嘉宾委员跟我，那我事前也不知道这位林先生会到。高嘉瑜伫林秉厝的压迫之下写一段文字，
19秒的影片内底显示高嘉瑜目睭乌青，规分尸全伤倒伫面床顶。红发现林炳书出手是真粗残。相关的这个司法调查应该会把这个案件做更完整的一个调查。因为专案还佫查出林炳书是民进党新潮流的网军，涉嫌提钱共做乌，影响公众的讨论，还佫有伊的口座，哪像是涉及不法资金的流通的质疑。所以那也提起违反洗钱防治法定罪诉讼。这件事情已经从一个家暴案上升到网军案。那其中林炳书他的金流到底是伪造文书，还是说真有其事？现在大家看得扑朔迷离。那也人士强调讲，网军带风向影响舆论实在是真恶质，而且林炳书还佫假作是国安人员四界去骗人，要求司法一定要查明真相，处罚这种不法之徒。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国民党参选人江宽恒因严家的家族啊，伫咧南屯的招待所，向查到讲有一部分是违建。今早起，伊也亲身开着脚踏车落去拆。江宽恒也强调讲，这公保地征期是真久啊，外界唔通软土深骨。不过，伊的对手也就是民进党的参选人林正基也回应讲，违建是事实，江宽恒唔免甲家己讲敢若亲像受害者共款。亲自操作重型机械，象征性的破坏表面。国民党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参选人江宽恒，面对外界连续几日讲质疑家族的招待所，伫咧南屯红树段817地好公共设施保留地顶悬有500平方公尺的违建，7号早起是家己请工班来拆除。一切依法办理，即便是自己弟弟的房子违章就要拆除，但是我们要声明。持有公保地，我们才是受害者。江宽恒强调，拆除违建一切依法办理，但是公保地地主伫咧政府错估都市计划之下，面临土地无法度征收，也无法度转卖。2013年，监察院甚至为此纠正内政部，外界无应该无限度来批评。不过，民进党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参选人林正基认为，招待所违建是事实，江宽恒无应该讲家己是受害者。他也说是依法行政，在公保地上面盖违建是明确的市政吧，是明确的违法吧？那明明就做了违法的事情，该拆就拆，他自己也说了，这样子到底哪里委屈？台中市都发局表示，顶个月29号已经发函，限期严格12月13号之前爱家己拆除违建，若是无拆完，会持续监督到全部拆除为止。南屯区枫树段817第1号公共设施保留地涉及违章建筑部分，今天已由违建所有人自行拆除中，都发局将持续监督至拆除完毕。另外，公保地争议，台中市府指出，已经提出台中公共设施用地专案通盘检讨草案，送内政部都审会审议当中，未来会以跨区市地中划方式办理整体开发。记者台中报道。在2017年到2019年期间，中部有冠星宽宇东开顶固经的环保公司，涉嫌串通清运加沙石业者，加14万吨对科技公司、机械公司所委托处理的事业废弃垃圾土，无经过处理就倒伫溪边，造成农业用地污染。中华地方法院依照着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定罪，判这清运公司的负责人就要关11年，其他的人上侪要关到8年，罚金也要罚8600多万。检调伫中华二水净水厂边仔伫采样，因为早起有民众检举长期拢有臭味，检调6届大规模去搜查，发现是5间环保公司交给清运业甲沙石业者。伫大安溪甲罗水溪附近倒垃圾土，甲一寡垃圾营业的区，拢总倒超过14万吨，有的甚至佫验出强碱，恐惊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违法的业者全部去予检方起诉。法院审理了后，清运公司县区的负责人红判11年有期徒刑是上重的。另外涉案的5间环保公司相关的人员是红判1年外至8年外不定的刑期，拢总裁罚的金额是8600多万。为了节省成本，在制程中偷工减料，所以没有添加足量的水泥等物品。那并且跟这个不法的废弃物清理业者勾结，把污泥跟废弃物是运到中部的各地区去掩埋。中华地方法院表示，这废弃物是高科技甲精密机械公司产生的垃圾土，环保公司以1吨4000块至8000块来处理这垃圾土。
原本爱管红毛土来避免重金属用出来，煞涉嫌偷工减料，佮乌白甲这个垃圾土倒伫咧台中、苗栗、彰化甲云林等等的所在。其中关心宽污公司的管理阶层，莫因为偷工减料去互原起诉，还佮甲运输公司交结。案件发生了后，嘛袂好好处理这个垃圾土，去互法官加重处分。难得可以看得那么高，我想，那这应该是全面性。这样的法则能够扩及到全台湾哈，我想才有办法要警惕啦，不然这只是这个案例。针对法官甲判重刑，中法官在地环保团体认为讲，安尼会当有台阶架构的作用，建议中法官甚至是全国这种情形处罚都要罚较重咧，才会当阻挡这个无心的业者违法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大天顺秀的王爷公，伫屏东三大迎王祭典小琉球迎王，顶礼拜五开始举行咯。也因为小琉球本地就是观光地，对顶礼拜六开始人就停停，到昨也有7000多人到位，11000人离开。这游客来来去去，嘛，互码头买单买坐船的人是败家落落长。明明是拜二平常日，但东流线码头外口也是来袂少游客，机车停车位嘛满，丁船口排满，准备要去小琉球的人。但安尼的人数佫已经算少的，因为小琉球已经连续几落天加入互上万丁岛的人客满满破过去纪录。我们已经像海上的捷运一样，一班接着一班了哈，所以每位旅客他就是一班一班的上满了就开。因咧行路嘅啦，阮乘坐过行行过过的。小琉球迎王是屏东三大迎王祭典的最后一个。伫顶礼拜5、3号请水的时阵，关内人就已经徛满沙滩。拜六礼拜丁岛人数更是接近2万，到拜阁有7000多人。想要来看射景的民众，才到码头，家己就爱先排队射景。大概快3个小时，还好我没有骑机车，不然等更久。为什么？因为机车排很长哎。真正多，佮今仔佮较多。明仔载。明仔当年明仔载人要看上王啊。行路四界拢是排队的人，因为小琉球迎王的重头戏上王小王船9号才开始，作为疫情放松了后少数大型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来自全台湾的民众观礼。恐惊岛上的人到活动结束进前拢未消退。记者陈焕武、柯建准屏东报道。全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讲到乌克兰甲罗西亚的关系正在紧张。美国总统拜登甲罗西亚总统普京初7的举行视讯会议，外界也拢正关心这会谈的内容。乌克兰伫初6有庆祝到陆军节，要甲美军的装甲车甲巡逻艇点出来互看。因为总统杰林斯基也去到乌克兰东边一个所在，也发出讲要来对抗罗西亚的决心。乌克兰初6庆祝陆军节，纪念脱离苏联独立并建军30周年。面对俄罗斯军队驻在边境，总统泽连斯基亲身前往东部分离主义冲突的所在顿内茨克去视察，强调部队有信心要能力阻碍敌人的任何征服计划。搁前往东部武器制造地哈尔科夫，见证当地生产的战车、装甲运兵车、甲装甲车的交汇。另外，伫首都基辅、利维夫甲南部港市敖德萨，分别展示美国製軍用車，也甲美國海華防衛隊巡邏艇，展現抵抗俄羅斯的決心。Почали серійне виробництво та постачання до Збройних сил України ракет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у «Нептун». Наше військо отримало протитанкові ракетні комплекси «Джавелін» та контрбатарейні системи. Ми вперше запустили комплексну ракетну програму. 根据美方的情报，俄羅斯目前集合7萬大軍伫烏克蘭東部邊境，可能伫明年初進攻烏克蘭，將為美國總統拜登甲俄羅斯總統普京初次舉行視訊高峰會的重要議題。俄羅斯否認要出兵，不過希望得到烏克蘭莫加入北約，無要互美國駐軍等等安全保證。美國無接受任何紅線，堅持外交路線，也準備嚴格的經濟制裁。外界分析雙方較歹達成實質的明確協議。Certainly, I don't think Biden is in position to agree to, forego the possibility in the future of Ukraine becoming a member of NATO, which Putin says is a red lin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could be either some agreements on other issues, or there could be simply a commitment to continue discussing the issue. Этого разговора в той или иной форме будет сказано, что Россия и США создают что-то вроде рабочей группы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пробле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Европе, например.
美国中情局长威廉伯恩斯册立表示，目前无法度确定普丁是毋是已经下决心动武，不过战术的时机对伊有利。欧洲主要盟国德国伫奥梅克尔过渡期，法国特别举行总统大选，所以无法度正斟酌，所以战争风险袂使无注意。公司新闻施会长编译。伫咧1941年12月7日，日本的军队偷袭到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引起太平洋战争。这个事件到今已经满80年啊！当初时学落来官兵甲罹难者家属，也拢去到珍珠港哀悼这段历史。日本偷袭珍珠港届满80周年，战争幸存者甲阵亡士兵的家属汇集伫夏威夷珍珠港参加追悼仪式。On the morning of December 7th, 1941, in the first few minutes of the attack on Pearl Harbor, Utah was hit by 2 torpedoes. 1941年12月7日，日军新方特工队偷袭美军太平洋舰队，拍沉包括亚利桑那号在内3架舰舰，200多架战机，造成2400多名官兵死亡。这也促使美国宣布家己离战，开启太平洋战争。虽然事发到今已经80周年，对当年亲目睭看到人来讲，就像昨才发生。It's an area right through here. The ship had just started capsizing. 今年101岁的罗素是珍珠港事件的幸存者，当年伊才21岁，伫战舰遭到攻击了后，随跳船，需要加入其他的战舰抵抗日军攻击。I had someone give me a few instructions on how to handle ammunition, so I passed ammunition during the Pearl Harbor attack. 伫今年，罗素甲30名珍珠港幸存者甲100名退伍军人共同出席纪念活动。伫早起7点55分，也就是偷袭开始的迄一刻，向所有牺牲者默哀致意。伫这个当时，伫日本有100名国会议员出现靖国神社，其中包括经济产业副大臣细田健一、环境副大臣顾台俊介，另外自民党日本维新会甲国民民主党跨党派议员联名去神社参拜。这是伫2019年秋季例行祭典了后，计2年过2个月的集体参拜，主要是受到新冠疫情影响，也有众民解散，所以延期。共同社报道指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未前往参拜。公司新闻王炳鹏编译。当咱台湾因为这个公投北大选的问题，伫咧冤家扭制时阵，伫咧西非国家甘比亚一个所在也当咧进行总统大选，也因为因全国有一半的人拢是唔捌字的，因投票方式也真特别，是用这个一粒一粒的玻璃珠啊投入去有打候选人相片的票箱内面进行选举。目前这大选的结果也已经出来了，选委会宣布现任总统巴罗顺利连任。不过反对派也质疑讲，这投票开票的过程拢有问题，所以因无要接受这回选举结果。电报警察等催泪假术赶走部分选举结果所上街示威的民众。西非国家甘比亚初时举行总统大选，由国家人民党的巴罗以大约53%的得票率轻松连任，拍败主要对手得票率大约28%的联合民主党的突破。I call on all Gambians, irrespective of our political divide, to put aside our political and other differences and come together as one people to work towards the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 I thank you. Oh, my God, bless you. 这摆大选是甘比亚前总统独裁者贾梅2016年落台了后第一场民主选举。1994年，贾梅发动无老会政变夺权，了后统治甘比亚达到22年。将尾伫2016年大选败予现任总统巴罗，流亡到赤道境内啊。另外，这摆巴罗连任的选举结果受到突破等其他候选人的质疑，因为开票过程延迟伤久，可信度真有问题。也毋过，选委会伫几点钟了后，由原对外宣布巴罗胜选。选举计票慢的原因，有一部分是甲甘比亚特殊的投票系统有关系。甘比亚的投票方式是将玻璃珠啊投入打有候选人相片的票箱，一粒珠啊代表一票。因为甘比亚毋捌字的人真侪，这种选举方式会当有效避免出现废票。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自从武汉肺炎爆发了后，连续2届诺贝尔奖颁奖典礼规模拢缩小，这回颁奖典礼也是同款，甚至爱分真侪场所来举办。
伫现场来宾的奖项中，瑞典驻英国大使格兰尼将2021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予住伫英国的坦桑尼亚作家古尔纳，这是今年头一个摕到奖项的得主。格兰尼学了古尔纳的作品，展现对难民也甲遭受殖民统治的弱势族群的关怀。伫新冠疫情病毒影响全球的情况下，今年颁奖活动比较旧年，毋但规模比往年大幅度求水，搁被迫分做真侪地点进行。当时有一寡奖项得奖者毋但一人，师生会议煞变做正特别的颁奖典礼模式。无共奖项的得奖者也趁这个机会做跨领域的交流，亲像德国籍物理学得主哈斯曼，伊甲美国籍的化学奖得主麦克米兰，都趁这个机会呼吁大家爱更加重视气候变迁的问题。Making people aware of the future danger today has always been a problem with us for 20 or 30 years, and we're still fighting with it. I really feel more optimism, and I feel like there's a real moment happening with scientists moving towards try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其他的得奖者也拢伫各人的国家，也是长期大的国家接受瑞典的代表颁送奖项。另外，一项单独举行的和平奖，因为北欧的 Omicron 变种病毒确诊人数持续增加，今年颁奖典礼毋但邀请来宾大幅度减少，主办单位也甲挪威防疫有关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络，随时因应可能的疫情变化。公视新闻请家人编译。荷兰叫做上届硬斗的教育调集，伫明年要开始施行啊。不过海巡署的网络小编车六伫咧白奖夜顶头表示，无想要去教育调集，我直接加入海巡，甚至佫咧强调讲加入海巡就毋免教育调集啊。一寡话语也引起民众讨论。不过这敢法度吸引到每一个人咧，大家想法也拢无共款。大大图文写无想要教调，我直接加入海巡。佮分享免教调的小撇步，都是加入海巡。薪水3万4起跳。海巡署长室伫面册专业答文，甲以往国军的招募资讯无共，也引起热烈讨论。文章尾也强调，在职期间保证免教调。多网友留话讲，骗招募讲毋免教调，也是头一摆看到。若是对伫要毕业的学生囡仔来讲，有偌济影响力咧。毕竟加入海巡就是直接选择之后的职业了嘛。可是如果你之后有自己的职业规划的话，那除非海巡是你很有兴趣的领域，不然这个动机太弱了。太弱了。对对对，我不觉得它是会吸引我的。就因为说加入海巡之后就不用特别去教招，这好像没有特别的说服力啊。还是要看薪水高低才会影响说我会不会就是进去当国军。国军为今年开始改读评管8年政策放宽到第52年，主要针对8年教调未满4届的军事官，毋过无包含士兵。确保教调的公平，并有效维持后备部队战力。单台调训的退役军事官差不多3000人，每年部分试办1年1份，大概14天的新教调，互人形容是上年的教调。海巡署发挥创意结合新闻，为招募志愿役士兵增加话题。以诙谐幽默的笔调吸引各位青年学子的目光。投文之后，我们也接获许多民众来电咨询问加入海巡署的管道。到7日下晡5点为止，这篇答文有5000多人起赞，363个留话，198解分享，也有网友趁机会伫留话中，不满5年来独行教调4届，成功引起讨论。记者综合报道。远龙集团伫中国去互政府发钱，甚至还去向强迫讲爱反对台独，互两岸企业的关系变甲真紧张。今仔日就一场两岸企业家峰会，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阳搁再甲台商发声，就爱离开这个台独离较远的，坚持一个中国甲九二共识。台湾方面有真侪企业无要表态，不过也有一寡大头家是为着企业讲一寡较好听的话。我要演讲，你们准备演讲好。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参加两间企业家峰会，之前远东集团互中国动采发，各方必爱表态，讲反对台独的看法。即马两间的关系真敏感，有企业的头人就话讲，唔通甲中国当作元首人，两边的气氛才较好。亲美的状态下，应该要和中，不要仇中，这样两岸的关系才会缓和，企业才能够在两岸取得国际性的发展。我想经济上一直没有受影响，因为现在台湾出口到大陆的金额也都占大概42%到43%之间哈。
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勇嘛以书面甲两岸的企业家发声，希望峰会会当甲两岸企业界人士团结起来，坚心甲台独划清界线，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甲九二共识。基本上，我们这个年会还是以企业或者是产业的合作为主，不去碰政治方面的议题的。主办单位强调讲，两岸有这款的交流平台，会当互目前敏感的关系较缓和。不过，嘛有受到邀请的远东集团创办人徐福东是无参加这个峰会。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维权委员会的国民党立委李德维甲珍爱海草大公投带头者潘中正，今透早去到大潭海草大考察，因看到三只的栈桥施工现场，也发现到这安文图是嵌伫海草大，这临时栈桥的铁架又插伫咧海草大顶头。不过中油也强调讲，伊已经想尽办法，甲开发的伤害降到上低啊。透早5点半，利用水提起的时阵，立法院维权委员会国民党立委李德维甲真爱海草大公投领头人潘忠正去大潭海草大考察，直接去三只栈桥施工现场，发现确实有阿门头刻伫海草大顶面，而且临时栈桥铁架个插伫遐。桥墩和那个临时栈桥的下面，通通都是连绵的藻礁。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连绵的藻礁，没有他们所谓的哪个地方又有空隙了，他们就在那个空隙打桩。潮水退了，就知道谁没有穿裤子。今天正好应验了这句话。虽然我们现在踏的是水泥地了，就不是藻礁，过去可能是藻礁。那当然，这个的确也跟蔡永彤所讲的，没有在藻礁上面来做这相关的工程啊，我觉得蔡英文总统确实讲的跟事实是有差距的。李德维批评蔡英文总统11月下旬捌来视察的时阵有强调，三只无起伫海草大顶面，但事实搁伫眼前。即间来考察的目的，就是让民众知影正确的资讯。中油是回应讲，已经拍拼互受影响的面积详细。在我们整个栈桥的部分，它是一个两害相衡取其轻的。如果你不用栈桥的方式，你就要直接用海床开挖的方式，这对藻礁的影响是更大的。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是对环境影响最小的一个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国家重大的建设哈。反团经济界强调，三接的台北港替代方案，讲会当省1300亿，经济部长王美花无法度认同。省下1300亿，这个不知从何而来，因为现在的三接的方案就没有超过1300亿啊，所以这样的讲法完全不太能够理解。王美花强调，三接迁移的时间需要11年，但对地方来讲，敢会当同意拢是问题，而且减碳无法度等，能源甲生态如何取舍，正反双方继续攻防。记者综合报道。炎寮反核自救会总干事杨博辉今日向检方告发，讲这个核是公投发起人黄士修等人，伊也讲到这个黄士修伫咧公投写的理由书有真侪拢毋是事实，是白贼话。对此，黄士修也回应讲，这理由书拢是引用官方的数字，中选会若准去修改，就算是犯罪啊。年底4大公投，搁再讲到是毋是核事来引起正反的议论。炎寮反核自救会初7去台北地检署控告公投带头的人黄士修，前总统马英九、前行政院长江宜樺。自救会指控讲黄士修伫公文书的理由书，挑工来甲这个监控设备的零件比拼问题，用经济部政治考虑，采用民进党顾问杨木火，以散布多年的谣言。核123厂是并没有全部数位化，只有部分数位化。大部分都是类比，这个联合会的新闻稿都有证实。然后他就说：“核123都已经数位化了，核4怎么可能找不到备品？”充满谎言的这个理由书啊，居然以政府的力量把它刊载在政府的这个投票公报。杨木火强调讲，家己毋是民进党的顾问，嘛提出核试案疑控设备的零件比拼，因有提到的困难问题。这是根据核试厂工程师出国的报告。也那台湾高等法院伫去年就已经做出判决，认定讲伊的言论毋是讲无影无遮咧造谣。不满讲黄士修伫理由书内底采用无实的言论，才来提告。也那马英九、江宜樺因签署定期核数提案，一定会看过理由书的内容，所以会做伙来甲告。
公投的主文这个部分好像有不实的。为什么告我呢？对他对您还有江宜桦院长。欢迎来改，但是我不同意这件事情。所以一旦中选会篡改了我的理由书，那全国的选举公报我们会有2000万份的犯罪证据。黄士修反问反核团体，理由书是倒一项无下事实，针对核数定体相关的地质、安全性调查、施工品质，理由书拢有详尽的说明。也若法庭团体要求讲爱改理由书，黄士修大声咧呛讲，这是犯罪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地迪巴有一名富人人去到公园散步，也因为这公园内面的公共艺术品以底座的色水掺地砖伤过烧伤，无细里踢一个跋倒受伤。附近的居民嘛讲，这同款的经验也发生伫咧身躯顶，认为讲这是设计出问题啊。原本是要互大家欣赏的艺术品，即马煞害人着伤。新竹一名富人人今年6月在迪北东兴圳边的公园散步。无注意到公共艺术品的底座，规人跋倒伫涂骹，造成手骨受伤，看医生就开了要10万块。附近民众讲，这搭常常有人跋倒，可能设计出问题。我第一次跌倒就跌得那么严重，怎么会去注意说那个有凸起没凸起？因为我们就往前走。比较有年纪的，他脚抬没有那么高了。它可能就它颜色有一样，就很容易踢到。现场艺术品的底座，若色水掺涂骹的笑砖相同，而且宽度只有3公分左右，实在真好去甲注意到。当地民意代表要求相关单位量早改善。要去注意的一个公共安全的一个议题，我们希望那个政府部门可以尽速的来改善这样一个部分，来还给民众安全的行走空间跟环境。以颜色来区别。让民众了解这个有高层差的问题，后续我们会以比较缓坡的方式来改善，避免再有类似的情形发生。相关单位把对受伤的富人人道歉，而且答应来尽快改善，避免意外事件搁再发生。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高雄的轻便铁路今年到今已经限民众烧 A11摆啊，更较限的是最近一礼拜就发生2起，拢是限奥多摆烧 A， 也因为47站到20站已经摕到营运许可，这路线愈长，烦恼未来烧 A 出车祸的机会会愈多。相关单位今日要提出6项的改善措施。奥多摆经过高雄凯旋甲2线路口，无看到轻轨列车经过，直接弄起哩。加载骑多摆人甲乘客拢无受伤。这是11月29号的车祸，无到1礼拜，12月5号下晡又有列车为 C16 开往 C17的时阵，伫个绿川街口红弄掉。这是轻轨今年度第11届出车祸，因为 C17站到 C20站要通车，高捷公司甲捷运局、交通局研拟出6项预防的措施。标示牌这样子一个设置跟改善，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出车的这个空间的部分呢，也会再做加强。高捷表示，今年度事故的地点大部分拢伫打通车的大南环19站，因此警示的标志会以大南环的沿线为主。以2线凯旋路口来讲，目前已经装了轻轨经过唔通正滑倒滑的提示，未来嘛陆续扩大着做划线的范围，啊，搁有路口警示证实以及司机员的训练等等的预防。这边才设置，为什么不设置在那边呢？那边不是轻轨的地方吗？而且你如果没有注意，你在讲我才注意到，不然我没有注意。知道有轻轨就是要注意，因为它有轻轨还有红绿灯口嘛。高捷公司提醒民众，要爱注意轻轨的列车经过。不过民众讲，若这建议有够明显，也是有帮助，那会常常出车祸。不过嘛有人认为，也是甲用路习惯有关系。若是随时会当注意，也是会当避免车祸来发生。记者王柳婷、明昭宽高雄报道。伫咧嘉义五股湿地边的布地国中，全校有100多名学生囡仔。学校为着要照顾这寡当咧大汉的学生囡仔，逐礼拜3拢会甲学生加菜，而且佫唔免另外扣钱。学生也表示讲，一礼拜当中上界期待就是拜3，因为会当食甲真济草。食中昼顿的时间，学生甲中昼顿扛倒来教室，大家排队点菜。嘉义县布地国中甲当咧发育的学生食袂饱，逐礼拜3拢另外替学生加菜。星期3的食物有很多种，它总共是比那个星期1、2、4、5的还要多，像有鸡排啊、棒棒腿啊，还有这些烧麦什么的。学校表示，这个囡仔当咧当大人，需要2倍质，
学校特别把欠落来经费用来替学生加菜，一方面照顾学生，一方面嘛减少家长的负担。经费的来源是在我们的午餐的专户当中的结余款，我们希望这些是孩子他们所教的这些营养午餐当中是专款专用，就用在孩子的加菜金上面，所以我们礼拜3的加菜是完全不用再跟家长再收费的。希望有更好吃的菜色，例如鸡腿之类的。一个汤3项菜，有时阵阁有学生伫学校内底种的菜。目前逐礼拜3拢有加菜的机会，也毋过学校表示，偏乡的资源无法度甲都市相比拼，而且相关的成本嘛较悬。虽然教育部甲县政府拢有补助，但是最近物价愈来愈悬，嘛是会烦恼营养午餐业者每年经营的态度，敢会影响到偏乡学校的囡仔。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东种释迦的面积是世界第1大，后礼拜释迦也特别大出炉。加上今年因为中国禁止台湾的释迦进口，这销路变较歹，就农友用家己的外销通路，替其他种释迦的农友直接外国订单。也有民间团体走找咱国内食品业者，也呼吁民众爱做回来收听。产地直送的释迦外皮有小可点点，因为这是有机农法种出来的。台东释迦产量世界第1，毛农民投入有机栽种，即阵也成功拍入国内连锁食品公司的通路，同时开发加工品，和无耐坑的释迦延长品尝的时间。正有开发释迦秘鲁，嘛想要释迦冰淇淋，甲阮台东像洛神花结合做双麒麟冰淇淋之类，嘛希望甲义美结合，会使义美阁会使替咱开发更较侪食品方面的。今年9月，中国宣布暂停台湾释迦输入，靠外销的农民规制无抵销。加在今年摕到10大杰出青年的台东稻农魏瑞婷，运用本身区地链的销售经验，替农民摕到东南亚市场的订单，销出7吨外释迦。大家处理米做外销的时阵，有熟悉一寡人迄阵有听到就是往来释迦的代志的时阵，才开始大家去揪甲山揪做伙。即马阁有用其他的方式，就是讲看是毋是会甲咱台湾的一寡企业，我嘛有去敲电话去联络，就是讲因为要过年啊，是毋是会使用即个部分用台东的往来释迦来做恁的过年的礼物。魏瑞婷表示，后礼拜释迦就开始大出，往来释迦用过敢若外销，即阵国内各大通路卖场也拢买会到。希望台湾人会使听台湾人来外销做伙拼，帮助农民找到新出路。记者杨淑静、谢桂林台北采访报道。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对艺文表演团体来讲是真艰苦过。以高雄画府营来看，大概的逐年拢会安排80至100案的演出。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先减少50案。国内出现疫情了后，其中有3成爱取消，无就是延后时间。加在疫情渐渐稳定，艺文展演也渐渐恢复了。画府营也宣布讲，明年顶半年已经安排47案的演出啊。歌声响遍会场，2位声乐家现场表演《唐桥望年》，让观众提早感受明年要上演的节目。疫情转好，让已经半年以上的艺术重新上演。高雄画府营初一宣布，明年顶半年已经排47档，其中有亲像云门舞集这样有名舞团演出。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我们还是要必须如实的来让社会大众知道，说卫武营准备好了明年上半年47档节目的演出。那当然，我们另外一方面也要非常的实际来配合政府一切的这个防疫的政策。今年对于艺文团体来讲是真歹过一年，以高雄画府营做例，过去当年平均会有80至100档的演出，今年先减少到50多档，国内出现疫情了后，佫减少3成，准备到一半又佫被迫取消，让袂少表演者真失落，该当想办法调整心情，还是找找转机。疫情这样很多一直来，是会比较纷乱的。我们把心放近一点。你要在很艰难的时候，你要把它找到机会，也就是说危机变成转机，大家不要气馁。虽然疫情影响全球艺文界，不过声乐家罗明峰也认为，国外表演团体无法度来台湾，其实原来让国内艺术家更加侪机会。即摆疫情转好，观众也期待这些表演团体甲艺术家，在疫情停演的这段期间，会当为以后的作品带来更加侪灵感，也甲无共演出。记者综合报道。
新品今日发布2021新品年度活托报告，就算讲这疫情无稳定，不过这活托的能量也是无减少，电脑买册的动能也有提升。另外 ，Podcast、TikTok 也正做活托的新趋势，前10名新册内面，在金理财就占4本去啊。本土疫情转好，拜二过到了后，商品册店有不少民众来遮看册买册。我比较常看的还是商管类的书，本来是那个领域的。像疫情的关系，我觉得大家对于这种种类会比较想要再去深入的了解一下。2021商品年度月托报告指出，台湾10大新册，财经理财就占4本，其中2本是头一摆包办年度销真好册的前2名。华尔街知名专栏作家豪根摩瑟所写的《致富心态》是规年卖上好的第1名。今年面对不同样貌的困境，突破框架，提升财务与心灵的富足，成为今年许多人的共同目标。疫情还未停止，投资自我变成读者普遍的愿望，心理励志受到嘉许，防疫家己主流行，食谱类的册关注度提升，会开假书就会自刷摊。得到健康生活类第1名，商品分析300万名居名会员的消费介意度，20至24岁少年族群买册比例相对较悬。今年线顶行销有真好的成绩，规年翻倍成长，其中社区创新店功劳未小。这一家店它大概面积80-90平，你会想，哎呀，就算你有新书有怎么样的情况，可是你的品项能有多少呢？那实际上每个月有1000种的新书之外，最重要一个是我们有虚拟货架，它直接连到成品线上，它就有了更多的选择。商品指出，今年开启自媒体影音平台，各以 Podcast、YouTube 推广好册，加上短影片。TikTok 加做少年读者买册重要参考，新形态阅读趋势开拓新读者，带来新阅读样貌。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基隆到新竹水16度到22度。苗栗到云林是对14度到25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7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6度到2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4度到22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明仔载暗时7点再相会。Thank you.